今日係咧第10個齊立節回應神恩嘅時段。好感謝咧教育部俾我機會咧作呢個包尾分享，唔係壓軸分享，係包尾分享。要感恩咧事真係好多。正如咧頭先李先生講到啦，我哋係不斷咁領受緊神嘅恩典。上帝賜嘅恩惠喺30年內係好多好多。今日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件滿懷感恩嘅事，就係神賜俾我哋基立新店。好多謝啦，李先生咧，即係佢喺美國進修之前講嚟咧，同我哋分享呢個奮興嘅訊息。李先生咧會喺8月11號咧就飛到美國，同埋會喺咧美國嘅3一神學院咧攻讀神學嘅，係做新約研究。咁我哋有幸咧今日可以聽到啦，李先生俾我哋嘅啲分析一啲嘅感揚訊息俾我哋。好多謝李先生咧，就俾我哋嘅勉勵啦。我哋好似以色列人一樣，經歷緊嘅係不一樣嘅神蹟。就係神點樣開路？從30年前1986年嘅12月，安興街嘅舊堂開始，上帝就為我哋披荊斬棘。到咗9週年，1996年嘅8月，神又賜俾我哋而家呢個平昌徑嘅新堂。上帝係不斷咁樣帶領我哋咧，順利過河啦，渡過艱困。到咗今日，佢又賜俾我哋咧，煥然一新嘅基立新店。大家諗下，呢個係唔係一個不一樣嘅神蹟咧？係需要我哋繼續提起我哋嘅信心嘅腳步咧，邁向前路㗎。睇下我哋嘅黨慶標語：30年回望，神恩滿載，主旨豐足。好感謝神嘅供應同埋恩領。我哋教會咧呢2年咧進行咗2期嘅裝修工程，包括咧第1期嘅洗手間嘅裝修工程啦，同埋第2期主禮堂啦、副堂啦、辦公室啦，同埋各個房間嘅裝修工程。已經係一一完成啦，好感謝上主賜平安。2期嘅裝修工程都好順利，好感恩。喺裝修前同埋裝修期間咧，有幾位執事咧組成嘅裝修小組啦，就專責嗰個策劃同埋跟進㗎。另外咧，我哋更有2位專業嘅姊妹咧，朱鄧麗莎姊妹同埋張佩君姊妹咧，係負責早櫃啊、家私嘅購置啊同埋佈置等等啦。咁我哋基立眾人咧，繼續去發揮咧群策群力嘅精神咧，好多個週六、主日嘅下晝，總動員咧進行呢個大收拾同埋搬運等等嘅器舊認真嘅事務，一切咧勞心勞力㗎。最後，連咧難於打理嘅平台。大家有冇睇到咧？呢幾個禮拜嚟咧，嗰奇妙嘅變化。呢個咁難打理嘅平台咧，由2位弟兄啦，蘇志強弟兄同埋陳旭權弟兄咧親自出馬㗎，買板買料啦，改善外牆啦，美化裝修啦，再加上咧唔少嘅肢體協助啦，而家連平台咧都煥然一新啦，滿懷感恩。喺呢個30週年嘅歡慶嘅日子裏邊，我哋可以將呢個完工嘅新殿啦呈現俾我哋嘅上帝。願稱謝榮耀歸於親建基立神家嘅上主。基立神家新殿，使我咧想起當年咧回歸耶路撒冷嘅以色列人，點樣懷住一個興奮嘅心情咧重建神嘅殿。同大家講個故事，
就係以色列人嘅新殿。喺以斯拉記嘅1至6章同埋哈該書嘅第1章咧，我哋可以回顧以色列人咧從外邦歸回建殿嘅歷史。大家可以翻屋企咧細讀呢幾章嘅經文。今日我哋就係帶大家睇睇當中嘅啲精彩嘅片段。波斯王古列元年，上帝俾以色列人嘅應許開始應驗。神激發古列嘅心，亦都差嚟各方嘅幫助，以色列被擄嘅人得以順利嘅回歸故土，見證上帝嘅慈愛同埋信實。當日第一批歸回嘅人由所羅巴伯帶領，反抵故土，激勵起眾人奉獻嘅心志。領袖們咧更加竭盡所能咁樣嚟到奉獻啦，好準備喺原址重建上主嘅聖殿。一切安頓咗之後，佢哋就喺原有嘅根基上面先嚟築壇先。咁就喺呢個時候咧，祭司耶書亞同埋所羅巴伯帶領民眾重建上帝嘅祭壇。睇翻前面嘅頁文㗎，築壇，首先係築壇。復興敬拜事工係當時咧首要嘅急務嚟㗎。咁就喺呢個時候咧，祭司耶書亞同埋所羅巴伯咧帶領民眾咧重建上帝嘅祭壇。重建祭壇之後，就係立定聖殿嘅根基啦。立定根基，會眾係好興奮，佢哋咧從心底裏邊響起頌讚上主嘅歡呼聲，可以話千里可聞。但係好可惜，好可惜。後嚟咧，建殿嘅工作咧受到敵人嘅阻撓，工作因而耽誤咗15、16年。外來嘅阻撓、靈性嘅軟弱、信心嘅動搖啦，無論係當日同埋今天，都往往造成咗上主嘅聖工受到異咗嘅原因。哈該咧係回歸後嘅先知，佢呼籲歸回耶城嘅同胞起嚟重建聖殿，唔好再延誤啦。嗰陣時，哈該先知責備民眾，只係掛心建造自己華麗嘅房屋，卻任讓上主嘅聖殿荒涼。先知呼籲之後，於是咧，省長所羅巴伯同埋祭司耶書亞就領導民眾回應先知嘅呼籲。眾人咧開始熱心咁樣重建上帝嘅殿啦。先知哈該同埋撒迦利亞連同領袖所羅巴伯同埋耶書亞與以色列人呢啲過河卒一起並肩作戰，恢復重建聖殿嘅工作，一心一排除萬難，讓上主嘅名被高舉。當中神又策動波斯王大利烏啦，恩待以色列人，幫助佢哋撥出貢銀啦，提供物資啦，致使重建聖殿嘅工作啦得以順利完成㗎。喺上帝大能嘅作為之下，以色列人持守火熱嘅心，復興建殿嘅工作，終於新殿。只係用咗幾多年就完成咧？4年，只係用咗4年咧就完成咗重建聖殿嘅大任啦。喺呢個故事嘅結尾，我哋一齊讀咧《以斯拉記》6章15至16節，1、2、3。大利烏王第6年，亞達月初3日，這殿修成了。以色列
的祭司和利未人，並其餘未老歸回的人都歡歡喜喜地行奉獻神殿的禮。都歡歡喜喜行奉獻神殿嘅禮。以色列人回歸重建聖殿咧，終於完成啦。當中有我哋基立神家嘅新殿要學習嘅功課，係追求復興當中，儘管有我嚟嘅阻攔同埋撒但嘅自由，我哋卻要操練信心、操練敬虔、緊守崗位、追念上帝嘅恩惠、緊守上帝嘅恩言，向着那標竿直跑，進取前路，撒種禾場。基立家30週年嘅慶典，連串嘅活動係為咗提醒我哋嘅弟兄姊妹，係時候尋求復興建立生命啦。今日神賜俾我哋基立新殿，我哋點樣回應呢？我哋要知道，我哋求嘅唔係一剎那喺堂慶凝聚起嚟嘅熱心，而係不斷嘅挑旺嘅火熱嘅心，可以喺未來日子能夠越燒越熾熱，係一個見證上帝緊守崗位嘅雄心壯志。讓我哋今日呢一刻齊立志嚟到回應上帝嘅鴻恩。第一，我哋首先要築壇。復興敬拜事工係我哋首先要做嘅，盼望弟兄姊妹係同心合力營造教會嘅地方，成為真正嘅敬拜神嘅殿。大家唔好淨係單顧自己嘅事，要顧念整個嘅事，盡上本分，緊守崗位，一起嚟到去作敬拜神嘅見證。緊守主日，準時出席，敬虔敬拜，呢個係我哋緊守崗位嘅一個本分。每個主日早10至15分鐘預備我哋嘅真靈敬拜主。我哋喺敬拜嘅時候咧，唔睇手機訊息，唔傾偈，專心致意敬拜，聆聽上帝嘅聖言，向上帝表達我哋敬虔嘅心，專注上主，一起嚟到建立神家嘅真殿，願意立志喺敬拜事工為主作見證嘅弟兄姊妹，請舉手。願意嘅舉手。多謝大家。第二，我哋要立定殿嘅根基。立定殿嘅根基需要做嘅一樣好重要嘅，就係愛慕上帝嘅聖言，要找住機會咧去領受神嘅話，從而建立神家嘅新殿。神嘅殿立定根基，主體係必須要扎根喺神嘅話語，主動學求神嘅話，從唔同嘅渠道咧去領受上帝嘅聖言。例如啦，靈修經文啦、讀經研經啦、主日學課啦、講壇信息等等咁嘅唔同嘅渠道啦，去領受神嘅話。上帝嘅話係全知嘅，正如李先生所講嘅。佢帶領我哋去睇到更多上帝美好豐盛嘅各個嘅旨意。讓我哋一齊嚟到去領受上帝嘅話語，以致我哋能夠緊守神嘅話，領受神嘅話，緊守神嘅話，立定根基，一起嚟建立神家真殿，一齊嚟結出豐盈嘅果子，稱興俾我哋嘅恩主我神。願意立志努力去領受神嘅話，好立定神殿嘅根基嘅弟兄姊妹，請舉手。多謝大家。第三，
我哋要拓展禾場，見證福音，領人歸主，讓基督嘅愛嚟到去轉化生命，建立神家嘅新殿。好感謝神，7月16號福音主日，謝創新弟兄當日咧願意決志信主，謝創新弟兄咧在大家嘅當中嘅。能夠領人歸主啦，大家都好興奮。地上一個人悔改啦，連天上使者都歡喜嘅。嗰一日7月16日，足有20幾個、30個肢體，係 WhatsApp 同心群組一齊歡迎啦，謝弟兄咧呢個真嘅生命。呢份心事咧，從前係沉寂嘅，但係今次我哋係熾烈嘅。又講我哋平日都嚟分享呢個優質，分享主嘅愛，而且同新朋友相處，讓新朋友從我哋身上睇到基督嘅愛話，我哋必定能夠為主得人。鼓勵大家，唔需要淨係福音主日或者佈道會先帶新朋友嚟，我哋可以係每個主日、每個團契都可以帶新朋友嚟，我哋一齊接待。一齊為佢哋祈禱，就讓基立真殿咧成為一個福音基地，開拓我哋領人歸主嘅工作，為主奮戰。標語嘅第2行，8000里，慈擁禾場撒種，天國佳中。願大家都喺領人歸主嘅事工上面有份，撒種禾場，為主得人，成就天國佳中。願意喺領人歸主事工上面有份，以禱告支持，從而建立神家嘅真殿。願意立志回應嘅弟兄姊妹請舉手。多謝大家。我哋一齊嚟到係作個立志嘅禱告。讓我哋願意喺敬拜、喺領人歸主、喺領受神嘅話語，願意嚟到喺復興嚟到回應主。請願意嘅喺禱告結束嘅時候啦，用響亮嘅阿門聲嚟表示我哋同心嚟到回應主。願意嘅請起立。我哋作個回應嘅祈禱。親愛天父，喺迎接30週年嘅慶典當中，我哋好感謝你，賜俾我哋基立真殿。今日我哋都願意立志回應上主你豐盛嘅厚恩。第一，我哋願意立志緊守崗位，敬虔敬拜，盡上本分。第二，我哋都願意立志好好領受神嘅話，立定根基，見證信仰。第三，我哋都願意立志喺領人歸主嘅事工上面有份，建設神嘅國度。求恩主幫助我哋身體力行，回應你，見證你，信服你。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阿門。